诡异文物，莫名消失的古剑，离奇的爆炸，还有发疯的垃圾桶。哎，大家都说是那个古城遗址挖到了什么邪门的东西，所以呢，这就是你来偷垃圾的理由吗，吉利？别人夸你几句就把你忽悠瘸了，你的时间是用来偷垃圾的吗？你个去煞妖风，计时攻击系煞妖风！哎呀，这你就狭隘了。勿以善小而不为，没听过吗？再说，那么多人都解决不了，肯定是在等待本天选之子闪耀登场。灭杀妖风，守卫世界，才该是天选之子的。哎呀，别暴躁嘛！我打听清楚了，名山大学古城遗址3个月前开挖，但怪谈是1个多月前才传出来的。那个时候好像刚从地下起出一批古剑。古剑？失踪的也是一把古剑。哎，更诡异的来了，这把古剑失踪后，陈列室里的文物再也没有乱蹦跶过。怎么，认识？都烂成这副德行了，谁看得出来呀？也是啊。但不管怎样，根据我夏洛克·福尔摩林的高超推理，名山大学怪谈肯定与那把消失的古剑有关。废话太多，只会暴露你的智商，基里。同样蹊跷的，还有昨晚的爆炸。你看我干嘛？我可什么都不知道，基里。哼，我知道了，绝对是那把古剑想召唤来自地底的邪恶力量。嘿嘿，我可真是侦探界的小天才！哈哈哈哈。不过，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那把失踪的古剑，到时候一切就都水落石出了。